Hello， 大家好，我係 Isaac 民生哥哥。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啦，喺個社會當中成日都要使錢啊。係啦，究竟咧錢咧同你啊嗰個生活當中咧有乜嘢關係咧？點樣同錢有一個好嘅交道咧？嗱，喺呢個經濟社會當中就一樣，就好似一個生存能力咁樣啦。咁相信大家都聽過，一個小朋友走去搭巴士，入咗張500蚊紙落個錢箱裏面，真係唔使找啊！咁另外亦都聽過啦，有好多大學生咧未畢業已經碌爆咗卡啦。咁究竟財商係乜嘢嚟嘅咧？其實而家喺現今社會當中，呢個世界當中啊，無論喺呢個美國啦、加拿大啦、日本啦、台灣啦，甚至咧喺中國嘅廣東省，大家已經將財商呢一個項目放咗喺我哋嘅教育體系當中噶啦。咁我哋香港喎係一個金融體系嚟嘅喎，咁重要嘅地位，小朋友又點可以唔識得財商呢一樣嘢呢？咁我希望咧，所有嘅爹哋媽咪嘥幾分鐘嘅時間去填妥呢個問卷。點解啊？因為希望咧可以收集到你哋嘅建議同埋意見，令到咧我哋嘅機制當中可以製造到更多關於財商嘅意識俾我哋嘅小朋友知道咯。嘥3分鐘時間，麻煩你哋啊！